咁當然有冇嘢喺度咧，我哋一定係講推理啦，一定係講推理啦。你寫咁多，應該係去咗樂文書店買埋，嚇咗一跳，因為遺忘刑警佢首先用香港警察做背景，啦，咁然後佢又講 PCSD 咁樣。有啲龍虎武師係啊嗰啲咁樣，跟住你就見到哇，原來香港元素同埋本格推理可以擺埋一齊，係完全冇冇違和違和感。香港人咧賺錢賺到好盡啦，諗條數諗到好盡啦，即係算死草嚟嘅。而嗰啲咁嘅好 extreme 嘅 case 咧，其實係好適合我嚟創作。過去呢10年嘅1367開始以後，我唔講產量，即係唔講數量，但係出嚟嘅推理小説嗰個水平可能係咁耐以嚟最高嘅。其實，而反而有一個問題係睇慣舊推理小説嘅人，可能對推理小説嗰個觀念仲停留緊喺幾廿年前。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好新嘅概念出咗嚟，即係例如頭先講特殊設定推理，